讲道，了人一生，无失去生命的良机，请曾牧师。所听下这大家平安。伫咱要共读上帝话，来领受圣神的感动进前，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阮敬拜你。你看伫阮敬拜，你也是阮所渴慕。愿伫你是阮宝座前，向你发出阮的祈祷，也将阮的心门向你拍开，求你亲像透早的光，照阮的内心，互黑暗离开。求主你用你的真光，带阮行光明的道路，为着你的名，使阮伫你的面前作为组织。愿这个圣会是一个受祝福的圣会，愿这个圣会就亲像甲主耶稣同坐道，领受主耶稣所享受，伊的活命，伊的圣神，伊所享受新的约，主帮助阮，互阮静静听，求天父上帝怜悯阮，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你敢捌怨叹你的命运？你敢捌问上帝讲，为什么我的人生是安尼？有真侪人因会感觉讲，我的命运，我比别人较歹命，我比别人较拍拼。但是为什么我的人生犹原是这种的情景？所以，弟姊妹，今仔日的礼拜，咱要伫主的面前恳求主帮助咱，因为上帝所予咱的机会。何等的宝贝，就醒起来，唔通去沉沦，卖讲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这系圣经通过圣神的帮助，主啊，求你享受我智慧的心，互我算小家己的年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正做一个有上帝真光引带，无沉沦伫黑暗关系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按主来出声祈祷。无论是台湾人，无论是外国人，无论古早人，无是现代人，人类活伫这个世间，拢有一种的渴望。主啊，我的将来会怎样？所以，弟姊妹，上帝予咱的机会满满是，总是有时咱拄久无愿意来了解上帝圣神。会引带甲感动，所以兄弟姊妹，有一句古早话讲：家困的人叫袂醒。求主怜悯帮助咱，伫上帝圣神的中间，咱常常用圣神谦卑拍开咱的心门。咱若将咱的心门关起来，最大的损失是咱家己，最大的损失是咱家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咱要做伙通过圣经来求问，上帝的事是甚么？啊，我的一生是怎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少年到年老，咱常常存渴慕的心，将咱头前的道路摆伫上帝的面前，就亲像代表讲，主啊，为着你的名，带我行义的路。所以，弟姊妹，代表这个祈祷何等的重要？对少年到年老。主啊，为着你的名，带我行义的路。因信称义是基督徒伫福音中间看做上宝贝，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信仰，我的生命全然不同款。所以保罗讲，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就成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拢成过去。所以，弟姊妹，愿上帝大大怜悯，对你这代拍开恩典的门。到代代，对这代享受上帝的恩典，一代比一代更加甘甜。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台南有3个庙的内底有3块匾啊，是伫台湾历史受注重的3块匾啊。今仔牧师要用这3块匾啊来做开始啊，你莫见怪，讲牧师啊，你开甲我讲庙的匾啊，这句话足重要，你来啊。所以，弟姊妹，欢迎你来做礼拜。你终于来了，怎样，弟姊妹，你的心有来吗？
这是普世，所有的宗教拢安尼咧期待，人要信，爱用真心、用诚实、用心信。第二个边啊，足奇怪，写一个节，就亲像咱古早咱的士大人老辈甲咱讲，千算万算不达天一位。兄弟，圣经早就安尼讲啊。今仔日的圣经，特别是传道书第9章，伊所讲的，所有人拄到的，拢是时机，拢是上帝所赏赐咱的这个偶然，是时机甲偶然。伊表示的意思就是讲，就是机会，就是甲上帝相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无论什么种的宗教，若有追求真理，愿天顶的上帝怜悯帮助咱。今仔日的题目是对安尼来。咱台湾有一句话叫做了然，哇，扣甲无路用啦。但是了然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明白。所以台湾有水无？台湾这句了然明了的了，嘛在写做到了的了，吼，了然世界。当我看到这个编仔的时阵，这是台湾可能是第一代编仔。因为这间庙是不是1666年，350年前的一间台湾第一间的寺庙寺。这个边啊，唔知偌久，但这个话足水。但是我读这个话时，我起初并无了解。我想讲不够，大家咧讲了然世界，就是扣角的世界，就是世间拢是空，一切空虚的空虚。我大概对这个字的解释，我咧想到。伫一个宗教的中间，咧苦劝人荣华富贵，伫这个世间一切拢是空，所以这是一个了然的世界。确实经过台湾历史馆因的解读，伊讲毋是，这个意思真要紧，就是咧讲去明白人活伫这个世间，明白世间事，明白生命事，明白生命的事。所以，兄弟姊妹，那安尼。咱做一个基督徒，上帝圣经对咱讲什么话？愿天父上帝赏赐咱的礼拜是一个开始，永远不是一个结束。每一个礼拜拢是一个开始。伫礼拜中，咱见到上帝；伫礼拜中，咱听到上帝的话；伫礼拜中，上帝一句话唤起咱，卖戆啊，醒起来！唔通拄久，无烧热冷，人就醒起来，唔通亲像啉酒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个礼拜，拢是一个新的开始。今日圣经甲咱讲什么？传道书第9章11节，无的确会连续讲5摆。无论是熬走的人，无论是有力的人，无论智慧的人，无论名利的人，无论技巧的人，因为世间中间无一定无的确会成功。这句话3000年，比拄则迄个了然世界350年。搁较久，其实不止3000年。咱的上帝是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伊伫普天下逐个民族，伫也未有宗教，伫也未有智慧，伫也未有历史的时，上帝的神就运行伫人的中间。所以，兄弟姊妹，咱所敬拜的上帝，伊就是历史的主，也是智慧的源头。今日圣经甲咱讲，你明了吗？还是你无采讲？所以我的题目，我的疑问，就是所听的姊妹，你活伫这个世间，我活伫这个世间，你感觉了然吗？我记得有一日，刘一鸣走来甲阮分享，伊讲阮阿公常常爱讲一句话，讲了然呐。古早人咧讲了然，就是讲扣角、枉费、无采讲。一生着活，但是一切拢是空的空。但是了然有另外一个意思，今仔日伊讲了然于心。了然于心的意思就是讲，我看到这个繁华世界，我看知影美感，我知影什么是宝贝，什么不是宝贝。所以，兄弟姊妹，愿相信伫今仔日的礼拜，将伊宝贝，就是一切命运的决定。拢是上帝，你相信吗？上帝为着伊所听的人所有备的，是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连想象嘛想象袂到。所以古早人伊
并无真清楚知影。伊咧追求这个世间，伊感觉一切拢无采工，但是伊感觉放落一切的计较，就是最大的自由。但是人千算万算，不在天一位。你甲看这张图，镜头甲镜头相拄，这张图画伫罗马的梵蒂冈16的礼拜堂的内底，伊就是咧画起象征性，就是创世纪。上帝创造亚当甲夏娃，上帝创造亚当的时，上帝用伊的话创造，上帝用伊的话造天造地造亚当。这张米开朗基罗所画这张图，来表示人甲人，人甲上帝，伫创造的开始，生命源头相拄着。所听的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将这个圣经放伫咱的心内。亲像咧食物件，想，愿天父上帝的话，互咱得到智慧。所以保罗伫伊第16节到18节，伊讲了足水。伊讲到，因为圣神的帮助，互恁会通把握上帝为恁准备的机会。倒头读18节讲，互圣神充满；16节讲，保守机会。所听的姊妹，机会伫上帝伫圣经的内底咧讲的，就是上帝的时间。机会伫圣经新约这个字叫做 Kairos， 这个字就是时间。所以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这就是基督徒的观念。因为有上帝伫咧时，每一个时间拢是机会。所以保罗讲，就伫圣经的内底来把握机会。兄弟，你愿意吗？咱常常祈祷讲，主啊，求你怜悯我；咱常常祈祷讲，主啊，求你赏赐我。但是明明上帝可能已经有伫你的心内有无比的奇妙，但是因为咱的目屎，因为咱的固执，因为咱的情绪，有时咱无愿意受安慰，有时咱无愿意用圣神来责备咱，所以假困的人叫袂醒。所以你今仔圣经讲卖讲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有智慧的人，咱得到上帝的怜悯。拄到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对问题，诚实面对问题，伫主的面前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明白伊伫你的人生的计划，伫咱人生中间伊美妙的计划。莫糊里糊涂过一世人。求天父上帝赏赐咱在座每一个人，拢一个机会。为着你的囡仔欢手祈祷讲，主啊，求你赏赐我的细囝，有你所备办的机会，宝贝的机会，上帝你的计划，上帝你的引传。莫讲这个莫吼，真正有这个字啦。我讲台湾有水无？恁捌看过这个字？我嘛头一摆看到，竟然有这个“要”的旁边写了一个“勿”，就是不要。真正这个字叫读做莫啊。莫阁甲我啰嗦啊，莫阁甲我搅扰啊！所听的姊妹关圣神摇醒咱的心，咱伫主的面前，咱醒哦，就像代表讲，为着你的名，带我行去的路，互我的灵魂精英，互我的灵魂精英。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静静思考，听牧师的分享，就去了后，阁谦卑过来祈祷，拍开你的心。交托你的情绪，互上帝掌管你的欲望、情绪，甲上帝同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圣经传道书11节的上尾啊，传道书11节的上尾啊，讲世间人拢在伫时机甲偶然。伊的意思就是讲，世间人伫一生的中间所拄着的，拢是伊当下。所以圣经讲，人的日子怎样，人的力量也怎样。所以圣经讲，你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伊，因为伊的怜悯帮助，伊的怜悯甲慈爱，要做你及时的帮助。及时，就是今仔日的传道书11章9章11节的尾啊，这句，伊讲我拢在伫上帝伊的时机。时机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命运。就是时间，偶然的意思就是一个真巧合、特殊的时间，甲上帝
面对面，我甲机会相拄，我甲上帝相拄，我甲好运相拄。愿天父上帝切去咱的目屎，互咱无甲再唱阿吉来咧唱一条歌讲，我比别人较歹命，我比别人较拍拼。咱都安尼唱讲，家在我有信耶稣。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听到保罗甲所罗门因所讲追求智慧，无论是所罗门，无论是大卫，无论是保罗，最重要咧讲，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伫圣神的内面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好好把握咱的人生，因为人生其实真紧过。人生虽然真长，但人生真紧过。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所以今仔日个礼拜牧师用这个题目，就是掠条上帝所赏赐咱的机会。伫新约的圣经，机会这个字叫做 Kairos， 伊的意思就是机会。但是搁另外一个，伊搁较要紧，叫做契机 （certain time）， 就是某一个特别的时间。certain moment 是某一个特别的时刻，咱的一生生有时，死有时，工作有时，休困有时，迄个特别的时刻，盖在伫上帝的手中。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敬拜无空空，互咱的敬拜毋是一个折磨，互咱的敬拜毋是干那一个约束，互咱的敬拜是一个得着怜悯。稳定的开始，求天父上帝帮助咱。Kairos 这个字，虽然伊咧讲是时间，但是伊 Kara 这个字，伊是对这个字来。Kara 这个字是指头壳啦，意思是所有的时机拢是对顶头来，所有一切绝妙的时间。所以有人安尼讲，伫上帝面前，我的一生。只是一生的赞叹，兄弟姊妹，有的人一生只是一生的叹息，但是有的人也一生永远是存在的赞叹。哈利路亚！主啊，你何等奇妙！呀，这你爱这种吗？爱这种？你爱偷窥吗？还是爱娱乐？原来你主的面前，咱甲主讲，我的生命，我的一生，对少年到年人。拢是讲袂尽的娱乐，因为上帝你伫我一生中间何等的云台，何等的奇妙。这句话就是John Paul II，就是真正的天主教的教宗约翰保禄二世。当伊受拣选做教宗的时阵，伊穿了伊迄条服侍的衫，伊伫伊的房间，人咧服侍伊穿衫要准备演讲的时，伊忽然讲出一句话讲。我的一生真正是一个赞叹，上帝伫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时，我伫我的国家波兰看见真多死伤。当共产党来是吞打波兰的基督教，我的一生嘛充满了叹息。但是上帝互我看见怎样伫苦难、战争、危机一直到今仔日，我才知影人的一生。有上帝已经特别的怜悯甲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咱的世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咱的一生只有娱乐，偷窥离开，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以今仔日的圣经其实伫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安尼拄则咱的思维为咱读的是白话字的圣经。那是用和合本的翻译讲，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咱来到上帝的面前，一个平凡的人，咱咧找迄个看袂到稳定的上帝，咱就回想，咱伫伊的身边，有偌尼多圣经，咱过去读袂了解；有偌尼多圣经，咱过去读，好亲像是一个知识，亲像课本内底某一句话。无讲阿们阿们阿们，伫咱的人生中间经历。但是当所有人伊讲，临到世间人的拢是伊伫一生中间迄个 certain time， 伫咧当时重要特别的时刻的时阵，上帝予伊的机会。
所以咱来回想，伫所罗门还未出世之前，以色列人就听到上帝讲：人的日子怎样，人的一生怎样，伊的力量就怎样。你阿们吗？我何必着遐尼操烦？我的银行无够额的钱，我的啥物无够额？上帝讲：恁敢无经过食玛纳的时间吗？人的日子怎样，人的力量就怎样；人的日子怎样，人的稳定嘛怎样。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读有圣经，所以伫这段圣经中间到伫新约，保罗就讲，毋是保罗，希伯来书就安尼记载讲。通坦然无惊吓来到上帝施恩造成，祈祷伊的怜悯，祈祷伊的恩惠，伊要做咱及时的帮助。开罗斯就是迄个及时，咱拄着什么种的经句？天顶的上帝阿爸，天顶的上帝阿爸，伊就要为咱成就伊的作为。信仰就是安尼，信就得着。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阿们。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恁做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求天父上帝赏赐我智慧的心，互我知天命，知影上帝的命定，知影上帝的旨意，知影上帝的心意，特别知影上帝伫我生命中间伊所定着的事。所以保罗讲，除了踮伫咱内面的圣神以外，无人会当知影伊家己的事。嘛，无人会当知影上帝的事。咱认真真实做基督徒，敢毋是就是为着要知这两项事嘛？主帮助咱读尽圣经，这本圣经是对历史以来到今仔日到将来，伊是对创造到今仔日，嘛要到将来万世代。信的人遵这本的圣经做真理，无信的人将这本圣经当作好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圣经所甲咱讲的，就是一个奥妙的智慧。保罗伫伊的批信中间讲，互我真正捌你，真知道。这个字，牧师捌用这个字，甲咱做伙分享一届讲道，叫做 oidos 爱达。你知吗？知不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存出咱的双手。第一个，咱求主怜悯咱，怜悯咱的骄傲，怜悯咱的无知，怜悯咱的固执，怜悯咱对上帝的亲像囡仔，如来如去。但是愿咱存出咱的双手，甲主讲，主啊，求你怜悯我的心。咱的天父上帝用伊怜悯的慈爱，将天顶的智慧就放伫咱的手中，咱就甲伊讲阿们。主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1节，伊讲除了踮伫咱的心内的圣事以外，无人会当知影伊的人生的事、人的事、上帝的事。你若望你会当做一个明理的人，伫你的人生中间所有的选择、所有的决定，拢会当得到上帝的帮助。求天父上帝的圣心，你就大大恳求上帝的圣心进入咱的内心。箴言咧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咱有一段时间已经过去查考箴言。恁个重新去回想，伫当时中间，咱对圣经所认捌的智慧、聪明到底是什么？无事阁讲一摆，如果恁若愿意，咱无得会当阁一届，重新阁查箴言。智慧这个字伫英语叫做 Sophia， 伫新约嘛叫做 Sophia， 但是伫旧约伊毋是一个Chakam，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种的能力。智慧就是运用你所有的经验，运用你所读过的册，运用你的知识，运用你的经验，然后整合起来，用你心内相信的迄种的感动，然后你做出选择甲决定，这就是智慧。所以智慧伫圣经中间，伊是一种的力量。知识是学来，但是智慧
是圣神所结的果子。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重新将咱以前所听的讲道，将咱以前所听的圣经，将咱心内的疑问，咱来求问上帝。所以，恁会当对几礼拜前的讲道片内底，恁会当搁重新去读迄个经文。上帝所赏赐，就是上帝的神、智慧的神、聪明的神、计划的神、能力的神、财物的神、敬畏上帝的神。有人讲以赛亞第11章第2節，伊講到上帝7個靈，就親像啟示錄內底咧講起，佇上帝新天新地伊的寶座前有7個靈。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互咱佇伊的面前來得到憐憫。第二，佇今仔日的禮拜中間，牧師要鼓勵恁，你的人生是了然一生，還是一生了然？這有啥物無共款？你想看覓？你是一個有智慧的人，你參透人生，無容易互人迷惑，無容易佇試探的中間跋倒，這叫做了然一生。我看到這個世間，我知影榮華富貴無啥物通亂無。我看到上帝榮耀，伊所定到的榮華，佇伊的榮光的內底，我看見迄個看袂到的上帝的榮耀，我就了然一生，毋是一生了然。願天父上帝講互你聽，也願牧師對心中甲恁的分享，會通喚起恁對恁家己的人生。做一個有責任的選擇，做一個智慧的選擇，就親像今仔的詩篇90篇講，主啊，求你賞賜我智慧的心，互我通算數家己的年日，算數家己的年日，這個算數意思就是計劃甲安排。伊的原文的字叫做嗎哪，甲咱咧食嗎哪音足共款，無共字。主啊，求你賞賜我智慧的心，通算數。意思就是算我的年日有偌久長，意思就是我每一日攏精打細算，我知影怎樣安排，我知影怎樣使用，主幫助咱。所以這個篇啊，是咧講起世間人佇這個世間攏共一種的期待，共一種的願望，願望會當參透，會當明白這個大千世界繁繁的世界。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互咱明心見性，就是有上帝聖神入咱的內心的時，咱的心就清氣，咱就看會到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所以的姊妹，上帝祝福對你開始，恁一代過一代，恁的家族真濟有智慧的後代，主幫助咱，這是咱的祈禱。主啊，求你教示我，怎樣算數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拄則我甲咱分享解說，智慧的舊約叫做赤坎，這個字的意思就是一種的能力，就是做決定、做選擇，用什麼來做決定？用你的經驗，用你的知識，更較要緊，用上帝聖神佇咱心內當下，迄個特別。上帝所帶來的機會，求天父上帝幫助咱真做一個會曉安排、會曉定着、會曉計劃、策略的靈、智慧的靈、計劃的靈，上帝伊的靈就運行在咱的中間。所以咱的人生就袂做苦工，求天父上帝幫助咱。咱甲上帝阿們以前會記你家己禱講。主啊，求你賞賜我智慧的心。上帝的話是咱腳前的燈，是咱路前的光。求天父上帝幫助。保羅佇今仔日的以弗所書第5章，若會當第10節到18節，恁就加讀跪拜。佇祈禱中間求上帝聖神親自對恁講話。保羅佇這個所在講，恁就斟酌看。摕你的放大鏡，認真了解、監察你家己。伊講監察你家己的所行，我是糊塗的人嗎？還是我是一個智慧的建築師？伊講那聰明的人，
把房子盖起来，会记得吗？这个故事咧讲起你生命的工程。聪明的人将伊生命的投资、伊的家庭、伊的婚姻、伊的产业，拢起做伫上帝话坚固的地基石盘顶悬。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无得亲像无知识的人，就亲像有智慧佮有知识，是上帝光照的人。所以有所书第5章咧讲起，耶稣基督的光若光照伫咱的内底，咱的生命就无搁再黑暗。主帮助咱互相甲你的边仔人讲卖戆啊！你想唔知要安怎回应牧师这句话吼？卖甲边仔人讲，你甲你家己讲，咱你嘛毋要发出声。你甲上帝讲，上帝，我无爱搁再做戆人。主你怜悯我。我原本就是粗俗的人，我原本就是血气的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帮助我，互我明白你的旨意。我靠相信，若毋是相信的帮助，咱什么人会堪得骄傲讲家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开了我们的心窍，开咱的心窍，毋是因为咱，是因为上帝将伊的光赏赐予咱，阿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保罗伫伊的圣经的中间，以弗所第5章第10节，伊讲严明。和本的圣经头前佫加一字当，的确，你都爱认真严明，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11节，无得参差。我的生命是一个顺的、清气的。无妥协，无混杂，那这你知影这个意思吗？黑暗甲光有什么三关系？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二。黑暗甲光明，良善甲邪恶，原本就是无同款。属世间的人无属上帝，属上帝的人虽然活伫这个世间，但是无妥协这个世间。主啊，怜悯阮，阮活伫这个世间何等的辛苦。主，若毋是你的怜悯帮助，有甚么人活伫这个世间会无受影响呢？主，求你怜悯帮助阮，互阮因为你帮助，我的生命无妥协，无参差，是正做一个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的基督徒。主啊，求你怜悯阮，互阮了然伫心内，互阮明白伫心内。伫圣经的中间说，你就真知道，迄个字叫做 “dokeo”， 迄个字就是了然、明白。看伫咱的心，为你的心祈祷，祝福我有一份清气的心、正直的心。独只有清气的心甲正直的心，才会通明白上帝的话。恁会记得圣经讲，人若无清气家己，就袂通见上帝的面。或者会记得，咱若无清气，读偌济圣经拢无采讲。愿主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的心门向上帝拍开，永远无关起来。应该开的门就永远开，应该关的门就永远关。因为上帝将这个权柄，就是耶稣基督的名赏赐予咱。咱所开的门，无人会通关；咱所关的门，无人会通开。了然伫心中，咱同心来祈祷。恳求圣神进入我心内，恳求圣神进入阮的家庭，恳求圣神运行伫你家己的生活中。阮同心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